1993年10月28日，台电公司伫台港溪顶游的新天文发电厂进行发电完工试验的时，向发生爆炸意外。因为事发的地点伫崩坑内地下2楼密闭的空间，造成严重气爆，致使6个人死亡，26个人受伤，一个失踪的惨剧。1998年10月28日，中国国际航空一只班机原定伫北京飞往缅甸，想要到飞行路中，机长形容放送讲要将飞机开往台湾，副驾驶向中国航管中心通报，中国嘛赶紧联络台湾中正机场。飞机降落了后，警方逮捕机长甲伊太太。机长表示，因为不满中国厝分配制度甲公司待遇，才计划劫机。一台载炸药一部车冲向前运，落入天安门城楼前的护栏。2013年10月28日，中国北京发生车落天安门爆炸导火事件，造成5个人死亡，38个人受伤。中国警方了后定调，这是一件恐怖攻击事件，甲新疆独立运动组织有关系，而且逮捕5名疑似维吾尔族的嫌犯。